东南亚的塞尔维亚去年底有一个车头施工天崩放弃，造成16个人死亡。民众批评政府贪污偷工减料，才会造成意外，就发起游行，一直到今。最近有风声讲，执政党若像动员支持者去攻击示威的民众，引发大规模的冲突，有几十个人受伤，警察嘛逮捕几百个示威者。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15出现警民冲突的场面，抗议政府贪渎的民众遭到穿乌衫的人攻击，来爆发对立。政府出动镇暴警察维持秩序，示威者向警方弹炮甲照明弹，警方是发射催泪ga斯甲喷雾弹，造成民众受伤，也伫市区引起大细火灾。 这场变调的游行会当回溯到2024年底，第二大城诺维萨德一座火车站，厝顶因为施工崩落来造成16死，民众怀疑政府因为贪渎，才造成这件公安意外。由大学生发起反政府和平示威，活动继续超过8个月，参与的人数达到数十万。部分团体占领大学校园、封锁道路，抗议政府的腐败。这场大规模示威也造成总理甲内阁清洗。 双方爆发冲突，继续3日，政府出动镇暴警察对民众展开拘捕行动。当地消息指出，有几百人被逮捕。 Ovakav vid saradnje batinaša, policije i SNS-a je zaista nikada viđen do sada i zaista svi su građani i građanke jako potrešeni ovim dešavanjem. 民众对政府动员支持者甲警察攻击示威民众行动，感觉唔敢相信。15诺维萨德的警察总部外口组织几百名示威者，要求释放被逮捕的抗议人士。Brutalnost policije, sramota za ovu državu, za Dačića, za Vučića. 因为塞尔维亚当争取加入欧盟，抗议冲突事件也引起欧盟关注。外界周期，警方执法超过，和和平示威变作闹会冲突。警方表示依法处置，不客气也否认组织动员的指控。公司新闻张小芬编译。